喺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提供嘅短期精研課程分為2個級別，為期32週。上堂時間逢星期1、3、5晚上7點半至11點，以及星期6下晝2點至6點。兼讀嘅模式可以方便在職人士兼顧工作，同時目標主力為經驗不足甚至零經驗人士提供培訓。學生完成第1級課程後，就可以繼續報讀第2級課程。至於主修科目就會有技術管理、燈光技術、音效技術、服裝技術以及道具製作。以上呢5個主修科目俾學生選擇其一。學生會先喺第1級課程內了解基礎入門知識，然後再喺第2級課程修讀進階課堂，亦有機會喺校外實習，務求將技能學以致用。唔少畢業生喺完成課程後，亦相繼加入咗同表演製作相關嘅行業。想知更多，可以到以下網站詳細了解課程資訊。